含住上树讲了两句啊。讲了心情好真多，我发现你们为城市提供真多的服务。嘿啊，我们也就长期照顾服务咧。我们提供居家服务、日间照顾、家庭照顾、全室服务、夫妻和居家无障碍、环境改善服务。这条项目每种根据民众母下的需要做详细解释，也是请民众打长照服务专线1966来问。真好，我真好面，我家官家婆身体拢真康健，单是我压力上大，想到亲人讲讲诶。二品，麻烦杨hen就hen过来答这句，我嘛是对外面教落俩，hen的问题，我应该嘛能就督促过。甲师母很用就喊过来诶。假使无长照服务，我家官家婆身体无好，我这突日陪咧工人咧无身份，嘛是按慢慢行过来，要让夫妻七合夫。二品，hen要讲卡数无？我真答辩得好。相信阿姊，只要真心，真紧就好买啊！我要用点落亲阿姊讲数么？当然无问题。我要用教hen真多讲卡数的秘诀，就好诶。hen家官家婆那伫，hen真人真好识，天初要真欢喜诶。罗拉阿姊。